管经过几年，活踮海角野天边，我也是叹无你的消息。今夜又搁想起你，一杯烧酒沏着醉，孤孤单单一暝过一暝，路边灯火闪闪死。 看着别人人做对，心肝是一个人稀微。有啥人会当予我安慰？想起你，一杯烧酒沏着醉，孤孤单单一暝过一暝，路边灯火闪闪死，看着别人人做对，心肝是一个人稀微。啥人会当予我安慰？好，来，伟翔。 老师好，伟翔，你今天又走回了老路了，你又开始撞墙了，就是你唱歌又开始不快乐了，你又开始小心了，你又开始不能在 B 段好好啊将你的歌声放出来啊！我足希望会当安尼一个手势，甲你暗示，互你知影讲，较紧的这个时阵，你毋着有一个屈势出来，无你上起码你的情绪的起伏，唱腔的。 转换你嘛讲有一个明显的感觉，互感觉就讲你心内咧想啥。但是你一首歌平平唱出来真好听，真平顺，但是安尼尔你要安怎提分数？好，我们请建伟老师为我们讲评。伟翔老师好，对我在上面只写了一句话，就是你再一次展现了你模范生的表现。你在歌曲上面，我觉得你其实是很用功的人，因为这些东西都不好唱。 它都需要技巧，然后这些技巧都是你必须要去训练的东西。但或许我觉得你应该去演戏，就是有一些角色的变换啊，或者是去真正进入到某一个角色的经验。就是唱一首歌曲，我觉得，如果是以模范生的这个想法来讲，会觉得好像都很安全，就是每一科都可以考90分，但是。 好像到不了100分，就差那个10分到不了。那这个10分就是你要去突破那个安全区。就像刚刚少浪唱的，有一句话其实没气了，但是也因为那个没气，更代表他感情真的放出来了，所以它变成是一个加分的点缀。那你全部都在90分，偶尔又技巧性的出一点错，或者是技巧性的把气用完。 都是一种情感表达的方式，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试着，可能演戏啊，参加公司的一些话剧社或者是什么社，然后去体验一下一个角色真正进去之后，他会执着什么，会在意什么。或许在你唱歌上面会有不同的可能性出来。对，这是我给你的建议。但是你还是很厉害，就是每一个都练得很好。谢谢老师。